来念台语囡仔歌，拍手道理。拍手道主动学，小妹仔要嫁要如何？想来想去真烦恼，赶紧写批互兄哥。大哥送金锁，二哥送马路，大嫂送凤梯，二嫂送手鞋，阿公阿嬷送啥货？一顶红棉床，一领被。请支持我，请点击 subscribe， 再按小叮当。按这里看更多同系列影视。